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东方之韵精品剧场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柔美动人的粤剧。谈到粤剧啊，它有一大批的忠实戏迷。那么粤剧呢，虽然是起源于浙江，但是在上海舞台上呢，却得到了繁荣。有一大批的这个粤剧演员，还有他们一批忠实的粤剧观众，繁荣了这个舞台和这个市场。那么有一些粤剧演员呢，也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，但是他们呢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可能是暂时告别了粤剧舞台。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呢，却依然是对舞台念念不忘，而且呢，他们的表演还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。下面呢，我们就选其中的几位一起来欣赏。好，那么说明吧，请讲。报名山算报名。带着凄凉意，本小姐你为何要说来明？果然是你。伤心的时候，他三分。本小姐望子心来，望子明。问小姐，她是何年何月何日人？我来本是王子命，那时辰大事无比知王子是今年19好清晨，正月初日迎日生，这少中本所容，本小姐说明
人们谈笑真心，却不见秋香美人绝。世人一道讲开你，不见秋香我心思来，哎呀心思来了哎呀，为什么秋香他到这个是还没有来呀？他要来了，终身并立画堂上，月毛戏子说秋香，我去客上去讲他的荆棘为路写情况，我凡事要从容行事，慢一点点，最后一步要找得上。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未了情演唱会的一些情况。说起这件事呢，应该说我记忆犹新。首先这个演出的成功呢，我要感谢已故的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老师。应该说这个活动呢，一开始是由我和戚雅仙老师一起聊天聊出来的一个演唱会。应该说戚雅仙老师是一个对自己的专业非常兢兢业业的一个艺术家。我跟他聊了之后呢，他觉得现在我们3个区级剧团，一个原来的就是卢湾越剧团，一个静安，一个虹口，其实还有很多演员一直歇在家里，但是他们同样对越剧还一直非常非常的热爱。后来我们俩就说能不能我们3个剧团联合起来搞一个演唱会呢？他说难度是有的。第一，有些演员他已经找不到他人了，就是说要去找地址啊，还有他唱什么呀，就这个工作量非常非常大。我就跟戚雅仙老师说，我说没问题，如果说我们俩坚信一定要做好这件事的话呢，我说我有决心一家一家的去跑。对呀，毛遂为得胜，莫非就是杨家妹带我上前把门
家常看过来看不见，有了面块上头就看得清，当心有句我想来往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香被扫上把，泼墨娇玉飞两旁，三枝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肴中上房。地外把香红灯天当月，地儿外又见鱼儿扑鼻香，地上外相近蘑菇灯对舞，地四外把菜香馆炒千张，地五外江烧葡萄用玉用，地六外酱油花椒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衣裳，哎呀看起来姑算为我做39年，管家娘子心上。
中上。这次演唱会还要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些同伴的一些青年演员，你像张丽呀、吴国兰呐、付新文啊、我啊，还有就是说沈海滨啊，他们有些人也已经出国，也有些人已经转业，但是一和他们联络有这个演出呀，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啊，从服装啊到唱腔啊，他们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排练，每一次的排练，每一次的合乐，他们都非常的认真。翠仙，你不要动起来，我早就看见你了。来，快出来，出来呀！哎，翠仙，你为什么老是喜欢躲在这里呀？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房子，我们回去吧。公子，带起来。公子，你这样夜来明去，恐怕会妨碍你的诗文长进。你放心，我是从端阳节之后感受3岁之岁，父亲言道，我的文章大有长进了。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呢？是啊，昨天他说问我要文章，我心里一慌啊，就把你写的那篇文章交了出去啊。哎呀，那岂不忘了事？我也以为忘了事，谁知父亲和儿子连连点头称赞不绝。他说文章倒是写得不错啊，就是女儿情太重了一些了。哎呦，好险啊！你怎么把女儿家的文章去榆木文字，岂不贻笑大方？贻笑大方？那贻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呢。什么好文章？爱过一生，爱过。爱
儿
但愿8年四尽孝，但愿8年生不老，不要把月亮捆绑在天空上，莫使明月下山呀。从今从去月光暖才不老，8年一生是情郎莫非老爷他？哎，不是这件事，从黄阳来了一个官员，到了府门口不等通报，随着从中道，见了老爷啊，连连道喜，是老爷高升了。老爷高升了，哎呀，老爷高升了！公子，夫人说要到黄阳去。好，要到河阳去。哎呀，丞相，我们可以一同前往河阳里。河阳去丞相，你稍等，我去就位。好，你快回去，免得夫人等见了。公子，你回去怎么样了？你怎么在哭呢？出了什么事啊？父亲身官内调进京，明日就要我陪同母亲前往河阳。明天就走。哎呀，那我丞相，丞相，方才在父亲跟前提起你我的问题，不料父亲听了大发雷霆，早给母亲劝阻，谢谢要将我家仆四命贯彻至底，从今之后再也不能言居赴考。这是为什么？父亲言两班弟子功名未成，在外乡是有小去。什么？我诚心是小妾。你端呀到我家去。空门子1000把位，说什么结发夫妻共把手，海枯石烂尽不改，说什么朦胧丞相永相在，生生世世不分开，丈夫一言送千金，8年子要你多枉为，不，丞相，想不到将我丞相当小妾。你还是三门金龙在
我走？我带你走。你父亲能答应吗？就是你我死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答应的。那你我母亲小姐有一顶公公祖先神之版文的孝条，我把神之版文拿出来藏在外面，你偷偷的躲在墙里，这样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，一同前往海也。公子，事已至此，你我也再约也别了。丞相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会回来的。
别无言，只放你，只放你心里轻松长相守。长相守，岁月匆匆经波澜，怕只怕红颜已老又怕头。那你总算把头，我也等候。
竟会落到这般光景啊！我的爷妈啊！自从你去阿乡上，王八宝儿兄自小，狠心将我拐出门，我如今见爱无处告。我是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的娘，落怕卡的有谁笑？我也曾把那妇女不寻找，他们是不念旧情在讥笑。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宝儿子千方百计来阻挠，幸亏经过把心过，才得相会，才怪忘了。用功读书，定能金榜题名。这是我要为转南京，路途遥远，没有盘缠，而是无影的。惭愧呀，是惭愧。书上早已想到，这
这些银子赠与公子作为路费。哎呀呀，女子人三罪相送，是王金龙命官非妇。蜀山别无他据，这与一是三罪亲将，王金龙无不容命。公子啊！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今日花开杜门上，蜜蜂梨花不离分，但愿花下散落时，那蜜蜂不要一去随风隐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在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。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东方之韵精品剧场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请您欣赏柔美动人的越剧。说到越剧啊，之所以好看，除了越剧本身的那种华丽柔美以外呢，跟演员的精彩表演是分不开的。演员们把越剧演绎的是如诗如画，观众看的也是如醉如痴。好，下面呢，咱们就一起来欣赏精彩好看的越剧。
地无业，不是一切法定。法定。哦，对了，娘子，你看我家的新房。不对，你看你我家的新房，盖满了你家的帐帘。哎呀，不对，盖满了你我家的帐帘。哎呀，也不对，我家原无帐帘。娘子，你晓得一更天了。娘子，夜露已深，娘子身上穿的绣罗单衣，需包容为你。夜露深了，你自己也包容才是。哦，娘子，我有话说了。
叫我嘞？我也不叫啊，我叫宋时候了，哥哥，我听话。哦。哥哥，我需要你早去早回。哦，为父母亲，这就去了。与我备马。是。兰子，我要天命在位。你先歇歇就是。母亲要你早去早回。
应该说这次演唱会，不管在曲目上，和那个形式上，和参加的人员上，应该说是很空前的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3个区级剧团有这样的机会，一起合起来演出，非常非常的团结，非常非常的认真，大家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，也是跟这个题目一样的为了情，就为了心中对这个越剧的一种情缘，一种情结，希望通过对观众的交流啊，能够再续越剧的情缘。妹妹啥子底细，定然不易。等我来批他一批。啊，妹妹啊，哥哥放在去开花灯，几位姑娘哭哭啼啼，好伤心。哥哥心中苦不忍。
些考不是。妹妹啊，我啥是把他抢了吗？哎，为啥要背他到妹妹的房间里来呢？哎，你说呀，哎，对了，哎，来，他的这个小子，这个小子，既是此，就让他留守在此。多谢妹妹，多谢妹妹啊！姑姑，时日不早，你可下楼去了？哦，妹妹啊，她是个乡下姑娘，不懂礼貌，我要请妹妹多照顾照顾。哦，妹妹，明天一早我就请人送她回去，你可不要让她一个人走。兰香，宋大爷下楼。大爷，兰香，此儿这位姑娘各往安心。姑娘随我来。
在，我怕什么？没手的方睡不着，还是让我回去。事已夜深，怎能去得？反正我心绪不宁，也不想安在。姑娘，我们还是来谈谈吧。岂不要打扰了小姐？不妨事，请坐。姑娘，你家是哪里？小姐呀，是愿不愿听不听，立志要有三里地，请我放开头天，早把叫做虚荣心。
小姐，你要问的是有名人家，这有名人家，哦，倒是还有一家，还有一家，姑娘，你快说呀。上上下下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无一不知啊。那周文斌他怎么样啊？像我周文斌啊，像你周文斌？哎呀，我说错了，我像周文斌啊。你他虽是外父文章在自己，婚姻大事恰不是快中上世千金女，听说名叫王秀英，谁知小姐太虚荣，以她家境太清贫。哎呀，是冤枉！什么？没有什么。他婚姻不正，皆有恨，一场大病却伤了身，足足病了3个月，手的香菇可是根，快来性命是难外绝，得在是啊，哦，得在死里有风声，没有事。哎呀呀，是吧？好好。啊，姑娘，那后来怎么样？难为情，我不说。咦，至于你有什么想过啊？你快说吧啊！周文斌可算快中我，快中你！几次他们来就听，他几次他们来就听，你的爹娘苦答应。弟弟一听了心欢喜，马上开口去答应那你是几年？我啊，啥能嫁得这公子？好比是看没大爹在心，想今年3月3，吹吹当当来过门。可
穿着锦绣衣，不穿着百褶裙，不插花，不戴冠，不读经书，不作文，等到今日老有人我可可的去啥空门小姐，且莫为我高兴，这婚事有变了。婚事有变？昨夜相有一程，这对姻缘不相称。你说什么？我昨夜相有一程，这对去天地来了，莫非小姐也爱追相公之意？小姐既然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他人在见诉衷心。可是夫人传奇。女儿也得为要了，真的，总不是假话。姑娘，此事你可千万不能与旁人说起啊！手看视频，绝不哗众。好。亲手交接走相公，一定送到。来把女长去开花灯，只为你哥哥王老夫把我当作媒家人，强着夫要认亲，我千万与难脱身。他把我将来小姐的闺房内，这真是美满姻缘天造人。大圣哥哥往前方。
陆军策马去，小姐。朋友们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在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。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东方之韵精品剧场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越剧。那么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已经向您介绍了几位著名越剧演员的精彩表演，
很多观众啊都纷纷来电或者来信跟我们讲说看得非常不过瘾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还是满足粤剧迷们的要求，让你们再过一把戏瘾。龙人
前面走，此地后
莫叫我两
管他我做上能宽容，你这个尼姑真家郎，你说我尼姑难家郎，尼姑可以来家务上，这样的尼姑送回去，我脚上偏要家兄长。哎，对吧？有一趟有一趟，来自一日观音堂。观音堂，观音堂，送子观音手上方。观音他是没来做，来，我与两兄好拜堂。哎，天地越色越荒唐，两个男子真悲堂。好，对吧？送君千里总须别，余生再送一粒高堂云。两兄，你我红衣两分开。
家中可有妻房配？早知与兄未婚配，今日下问于何来？既是两兄情未定，小弟替你来做大媒，眼里替我来做媒，但不知究竟是哪一位？就是我家小舅妹，为知两兄可惜舅妹今年有9岁，她与我同年乃是双胞胎，但不知舅妹与你可相将听马俱香，我应为知人不肯不肯，家父做我心在，两兄这里有西巴无的药酸菜，无的正得夫妻配。多日夜里来鸟真两兄弟花轿早来我娘你1728散落四句，1728散落四句，我家来。
杨文蔚、朱竹芬他们两位也是观众非常熟悉的七派和B派的两位演员，他们的合作也已经得到很多观众的认可，也是很多年了。他们的演出呢也非常的精彩。万户疏散，可人带到，带上堂来。万户疏散，上堂。凡夫因何不抬起头来？云彩不该抬头，是你无罪抬起头来。谢大人。我再去我来归他，可算是疏散深渊到督察院。心中还是乱结疮，大人神机妙，官司有理。多蒙儿为你说官话，只是有点头昏啊。
请问大人，此案可问？此乃人谋杀生命的案子，哪有不问之理？大人正是爱民之子，是此令我大家同审。范夫可有上？呈上来。上你可有上？你是有，叫你呈上来又是无，这是何道理啊？分明是个良夫，来愿大应是。大人请来。范武空上自被人水去，故而尚在港内，望大人开一席之恩，将万物当堂撇书开家。万物重视救济，也是明目。大人，此言可免？免啊！来，当撇书开家。下场3人领为文。范夫早上正面一书来啊！大人用笔。你口称又当称，有是何道理啊？分明是个良夫用意。大人王公子。
子子。哎，本月设定乃是谋杀亲夫一案，谁要听你院中苟且之事？哎，大人，谋杀亲夫案要审，院中之事也要问，问得明来审得清，审得清要问得明。此次上来听说要审，听说要审，要问，要问，好，两帮山推廊下伺候啊！审啊，审啊，审啊，问郎啊讲吧。我与他初次见面300人，七百相茶酒共赏。啊，你兄，想那王公子初次进园，见面银子300两，请一杯香茶行之，一目看来，可算得是个大大的夸克。哎，哪里是夸克？分明是王孟中出了个败家之子。哎，你兄，依我看来啊，那王公子可以算得是个大大的夸克。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，算。哎，你兄，大人是算得，你我就是是算得啊！公子还是8元金，带来多少银子3大3万6千年。在院中过了几日？院中的是1年挣3万6千两花回账。想那王公子在你院必到1年3万6千银都俱已花尽，哎，难道你吃的是银子，穿的是银子不成？哎，你兄，想他院中另外是有花费啊！哎，大人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费啊？这上纸上面写的是花费呀！哦，上纸上写的，哎，不是大人知道的。大人，你我是审他的花费新马金杯玉肉菜，玉马菜盘玉菜皮，也用不了这许多。外婆还来公子上，预备了2日大花饼，行的是王八包儿心肠，你王亲将公子赶出了几院门，在哪里问王公子花费3万6千两，在院中为是1年挣啊，却为我将他赶出去院门。这朵花包儿是礼物上
好一个很欣赏的宝儿啊！铁心脏的娃娃，遇见大勇的表康。讲公子被关出了院，哪里问谁？怪王庙来把生辰，那一日经过来报信，我身带文银去团爱情人。你可曾见到王公子？我与他过庙后的重相会，抱头痛哭再聚尽，神前定下生死盟。大年兄，大人，想那岳当成倒是个与你一起的，是我见得。像那王公子穷途落魄，衣衫褴褛，岳当成还与他再续旧情，定下了黑日山盟，岂不是有义气吗？哎，哪里是有义气？分明是草莽之女，家境虚意。穷途落魄，再续旧情，定下了黑日山盟。啊，二位爷兄。那岳当参呀，可算得一种安逸山你兄，大人是算得，你我修这是算得讲我打发公子去改考，审他名字为内经。差多少？他也自己一无天平，二无登称，用手下来300余两。对呀，这黑夜之间一无天平，二无登称，用水下来只有300余两。哎呀，三啊！大人说什么？难道我是那王公子啊？筹钱说情300两，到分别呀，说3声他也只300两。300两换300两，人人迎来心欢喜。原来大人说的是300两换300两。各位爷兄，我们剩下去啊，剩下去。讲。自从公子为内经，我在内里长有病。公子非我不娶妻，岳当成立子不家人。公子立子不娶妻，岳当成立子不家人。说3去，说3去，娶了不家人。王八宝儿哪里为答应？
生，红洞元首会议起了。也要分赃800人，上堂西打48，这无尽的白子，无奈庸人。外无本当不招人，招老爷呀！你的大罗无数人大人，你怎么一时不问呐？莫非救命无法神啊？是哪？神啊！问哪？问呐？苏三，你在剧中死了几载呀？在剧中死了1年里，不有人前来推榜，谁来推榜无有人？那王八包儿你，王八包无中意，你那自信的王公子呢？他与我庐山夫妻有情。年年只有王公子你不认得，也是只有王公子青纱盖里一生得亲。这样那王公子只怕他头戴婚纱，身穿大红，他不会来认你哟。谁能记得公子你总是居然也关心？呀，苏三堂上去求情，好事来去猜我心，他句句都是真人话。我岂能贴在心上太负心？事到下位来下人，王法条条不用人。苏三，你的恩情本愿一致，但等商量清楚，是为水落石出。你让前下去吧。是。这大官司未同意，庙堂称责在放宽心。谢大人，哎呀，这大人好是旧情人，莫非是我那三郎的功名？是公子谁该将我杀？
花开多满人，蜜蜂莲花玻璃粉。倒是金花墙已散落，蜜蜂一去人无音信。书生还不快撤远去啊！是。二位义兄，想当岳当曾确实冤枉，明日里当平复此案呀！平复此案，理当是此，理当是此。推打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在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。